行政院会今仔日通过临港城市法的修正草案，对象增加女性同婚配偶甲独身的女性，不过无包括代理孕母。美国军队以涉嫌支持恐怖组织做理由，伫咧委内瑞拉外海扣押游船，互委内瑞拉批评袂输是海产。英国推出空中计程车，1点钟的路程会当缩短到剩12分钟。不过这车钱真贵，可能干那好野人才有才调坐。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行政院会今仔日通过临港城市法的修正草案。头起先，大家上关心的就是这个开放的对象，原本是干那未生的翁仔某适用，不过这届佫增加满18岁独身女性、佮女性同婚配偶。不过因为强调爱用家己的子宫佮卵子来生囝，所以男性的同婚配偶佮代理孕母就无列入去这届开放的范围。另外，嘛有增加配偶的同意书，佮有事先知影迄人的权利等等的措施来保护囡仔的权益。也即届上有争议的，就是包括这代理孕母为虾米无列入去范围内底？为何曝光是因为这社会即马也无共识？反对的人是认为讲，若是开放，这可能就有好野人来开钱借白生囝，对女性甲弱势的权益恐惊是会造成伤害。而且这嘛无尊重女性的身体，甚至这囡仔出世了后是要算啥人的囝，这相关的权益嘛会真做问题。也若支持的人是认为讲，提供一个选择嘛真好，而且只要甲制度定好好势来保障就会使。一好甲一歹，无两好相排。无论是虾米款的做法，拢有优点甲欠点。即马草案是已经送到立法院，就等审议的结果。这届行政院通过的人港城市法修正草案，无纳入代理孕母相关规范。长期推沙代孕的民众党立委陈昭珠不愿倒用台内阁，无重视有代孕需求的人民，对有子宫病变的女性，以及男同志判例无伫照顾，呼吁行政院爱赶紧提出代理孕母专法。我希望卫福部跟行政院能够重新考量，尽快把你们认为的这个脱钩的版本专法提出来。目前代理孕母伫国际敢若部分国家也是地区合法，像讲美国加州代孕妇女有年龄限制，而且囡仔出世就有美国公民身份，会当委托律师依照代孕协议，替境外委托的父母得到合法监护权，把囡仔带转去家己国家，全部的费用差不多15万至25万美金。乌克兰的代孕妇女无认定是红婴仔妈妈，由境外委托的父母登记做红婴仔爸母，再搁将囡仔带转去家己国家。那英国是利他的性质，敢来当收必要的开销。代孕妇女是红婴仔出世的妈妈，6礼拜后才会当透过法院请权令转移予境外委托的爸母。利他也好，这个是商业性的行为也好，最终就是有钱人用钱，然后买没有钱家人的子宫来帮她怀孕。代孕这个市场一直都有，病人也有这个需求啦，因为她子宫是没办法怀孕的话，这是没办法这样那是病人其实很可怜，他还是会想要有自己小孩啊。卫生部长赵宗良是说明代理孕母脱钩的理由。代理孕母的部分，好，那因为这个还涉及到第三人的健康权、社会伦理各方面，那么仍然存在有歧见，好，所以在还没有这个很高的这个社会共识之前呢，那么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修法里面呢，那么脱钩处理。卫生部是讲，伫社会还未有真大的共识进程，伫这个修法先脱钩处理，后续会就这个议题持续做社会对话议事共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案修法，主张讲立委请助理的相关费用，伫咧立法院编预算了后，就会使直接拨予立委来决定安怎分配，而且佫唔免核销。这个提案是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即马国会助理已经发动人事要要求撤案，法务部是表示讲会佫收集意见，斟酌评估。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推杀助理费拄罪化修法，引起积极声音。国会助理初稿联署呼吁撤回提案，到11中昼11点，已经有得到跨党派办公室拢总284个助理联署。工会嘛，搁再发声明，爱国会助理为家己的权益站出来。联署发起人嘛，邀请调野立委做会联署。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民主金马以及我们党团的成员全力来支持
保障国会助理的工作权。我们支持更健全、更透明的国会助理制度。除了民进党团来收听，在野的部分目前有民众党立委陈昭珠出来签联署表示支持，佮表示伊的办公室助理嘛已经签署联署。他当然也有权利为他自己可能以为受损的权利发声，所以我办公室的每一位同仁都签署了这个助理工会的这个联署单。但玉典所提出的修法内容，互人质疑恐惊严重损害助理的权益，还有700多万的工会助理预算运用。民进党团认为应该爱推扫立法院工会助理任用法，甲工会助理的任用法制化、透明化，才是正确。8亿多全部拨给113个立委，每个立委就是多了779万多了这个数字。那这个数字你们拨出去，后边立委要怎么统筹运用，立法院管不着。法律如果这样规定，我们当然就这样执行了。我会认为说，在一些的经费的核销上面不用减负单据这件事情，基本上是我认为比较不妥的地方。不论立法院的组织法是否修法，那助理费的资金来源仍然属于公帑。而对于任何公职人员来说，公款公用都是很重要的准则。法务部进一步指出，本案牵涉到公共利益加廉政的要求，敬请广纳各方的意见，谨慎研究。国会助理工会也伫12早起9点半伫立法院门口集会，表达保障工会助理合法工作权的诉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去年全联伫台中的仓库发生火灾，造成9个人死亡。台中地检署经过1年的调查，今仔日是依照过失致死甲职安法，对全联各2间施工的厂商以及14个人提起公诉。去年12月发生大火的全联仓储厂区，案发后市府勒令停工，并且重罚。目前呢，仍在配合调查当中，尚未复工。这个重大公安事件是拢总造成9死8伤。满1周年进前，台中地检署11侦查终结，针对全联公司、承揽厂商互益营造公司、台湾新联公司和14个主管、工程人员包商照刑法过失致死、职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认定被告全联、互益、新联公司及失信被告共17人，分别涉犯刑法过失致人于死、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等罪嫌，提起公诉。检方表示，讲去年12月19，全联大道的生鲜二厂在施工期间，3间公司明明知影地下1楼塔大量较会烧起来的 PS 棒，顶悬楼层的管道，还有直通的空棚，所无依法来申请动火许可，设置防火毯，造成施工的火车，互 PS 棒点到了后炭甲真紧。内面台湾新联公司细拿的现场负责人和细弹的监工责任真重大，侦查中先后否认缓刑和解扣杀责任，恶性重大犯闹态度歹，检察法院中当量刑。全联公司声明表示，全力配合司法调查，嘛要求承揽商处理刷落来家属的权益。若经检调完成程序，依规可申请复工，向第三方公正专业机构进行包含了安全鉴定、改善方案等现场复查确认安全无虞后，时可复工。台中市督法局强调讲，目前工程同款是封锁保全证据，若是检方完成调查定数，业者申请复工，必须提出安全鉴定和改善方案，经过第三方公证单位的鉴定，确认安全无问题才会准。全联是表示讲，会持续强化承揽管理和公安流程，避免这种事件再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换来看另外2个国家之间的恩怨，泰国甲柬埔寨伫咧边境军事冲突是愈来愈激烈。准早因10月时已经签过停火协议，不过这2国之间长期以来冤家娘债，这战火是一点就倒。即马已经50万人已经迫不得已爱离开家己的故乡。泰军车被以 F-16战机甲无人机攻击，柬埔寨几立达建着咧庆恩，距离边境20公里的双良镇空无一人，店家关门带货，居民被迫离开家园，济家庭带精神炸必需品倒向临时避難所。ហ្នឹងថ្ងៃទី3ឯបងហ្នឹងហើយតែម្សិលមិញវាមានកប៉ាល់ហោះវាមកទម្លាក់ដែរគ្រាប់ណា F-16 វាទម្លាក់នៅទីតាំងយើងកងពលហើយនឹងកងវិញហ្នឹងណាពេលមានសង្គ្រាមចឹងពិបាកខ្ញុំកូនតូចផងគឺវេទនាដល់ចឹងក៏មានតែចង់ឲ្យ
chấpសង្គ្រាមលឿន。这是泰国甲柬埔寨边境争议引起的新一波武装冲突。伫美国总统川普7月超测停火并促成后，会这么紧搁再爆发，是因为初7一支泰国工程队伫争议边境区咧修路的时，记泰军表示遭遇柬埔寨军队开火，造成2个泰国兵受伤。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要敲电话，互双方停止敌对行动。We're scheduling a phone call tomorrow with Thailand and Cambodia. I think I can get them to stop fighting. 告总也呼吁爱随停火，双方停止对话。不过双方互相无信任，无法度维持。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分析指出，川普7月促成的停火协议本正就无啥路用。泰国迄阵是因为关税压力才同意停火的。那柬埔寨是希望外部介入，以弥补因实力的疏失。如今冲突再起，泰国外交部车集表示，现此时毋是对话的时机，目前无法度接受任何第三方国家的调解。柬埔寨领导阶层的动机是更较歹掌握。前总理洪森伫幕后影响因囝现任总理洪马瑞的决策，后摆因为干预边境争端引起泰国民众的不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军队以涉嫌支持恐怖组织做理由，伫咧委内瑞拉外海扣押一只游船，也委内瑞拉这边是真袂爽，批评美国安尼死袂舒适海贼的行为。美国司法部长邦迪七十伫社群平台 X 公布，美军坐直升机雷港到船长号邮轮，手提庆海执行扣押的45秒影片。美国的官员表示，任务是由海岸防卫队执行，海军支援，因为停靠伫加勒比海的福特航空母舰出发，这个行动是伫国际海峡执行，规个过程正平顺，无冲突。委内瑞拉国家指挥公司内部文件显示，船长号是伫12月初2离开委内瑞拉，船顶载200万桶动质原油，一半属有国家原油进口商。船只对踪资料库显示，这只船进前叫做阿迪萨，互人指控隶属伊朗革命卫队甲黎巴嫩真主党。2022年去互美国列伫制裁名单中。总统川普迄天伫北京甲商业领袖所举行的圆桌会议时，宣布伫委内瑞拉外海扣押一只6年来上界大游轮。记者进一步追问，船顶原油要安怎处理？ Well, we keep it, I guess. 委内瑞拉外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讲这是无体的窃盗，也甲国际海盗行为，会以绝对的决心捍卫国家主权、自然资源甲国家的尊严，并且会向国际机构检举、谴责美方的行为。总统马杜罗迄天伫卡拉卡斯的大型集会，对支持的民众表示，美国政府应该随停止对委内瑞拉甲拉丁美洲的非法而且残暴的干涉。No al intervencionismo, no a los planes de desestabilización de cambio de régimen. Allá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que se dediquen a gobernar su país. 这2个月，美国伫加勒比海部署全球上大的航空母舰福特号 F-35战斗机，15000个兵力。军事专家形容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加勒比海区域规模上大的军力集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议员范霍伦伊讲，川普政府扣押游轮也甲一定下站打击运动船，背后敢若一个目的，就是用武力甲政权变落台。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过来看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伊得到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虽然伊无参加颁奖典礼，不过人也是有够落位。这嘛是伊稳成1年多以来头一届出现，受到真侪支持者的欢迎。看到马查多总算出现伫咧奥斯陆大饭店两台的时阵，这人是欢喜甲大声喝休。伊看落嘛真感动，激动的民众除了大声喊勇敢甲自由，嘛大声唱委内瑞拉的国歌。了后，马查多行出去饭店，爬过护栏甲支持者近距离接触，热情相揽。伊是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2024年因为指控马杜罗政权大选乌箱，去互威胁迫害，所以大选了后，伊就消失伫咧公众的面头前。到年10月份，大家知影伊摕到诺贝尔和平奖，伊嘛拢无出面。Después de todos los meses en los que ella ha estado escondida, en la que su vida ha estado en peligro, creo que verla junto con toda la diáspora venezolana es un gusto y es saber que ella está bien. 为着3个囡仔甲老母，还佫有姊妹的安全，马查多2年前就甲因送去海外。对于个人来讲，
离开队发出10年边境管制委内瑞拉，是一场生死的冒险。尤其顶个月，委内瑞拉的政府还佫讲，伊去挪威领奖，等是犯阴谋、煽动仇恨、甲恐怖主义罪。不过，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场偷渡行动已规划2个月。马查多先变装出海，搭人的渔船去加入比海小岛古拉索，了后搭私人的飞行机经过美国去到挪威。针对马查多偷渡出国，委内瑞拉的民众有人俄罗嘛有人表达无同意见。不过，伫伊查某囝安娜代表伊去领诺贝尔和平奖的时阵，伊讲因老母真希望生活伫咧自由的委内瑞拉，所以伊真紧就会回国。就算伊意愿真大，不过一般认为马杜罗政权无啥可能伫咧无侵犯伊的安全甲自由之下，允准马查多回国。公司新闻阿如梅编译。印度因为有大量的人口，佮加上政府正积极咧推动数位建设，因即马是正做亚洲 AI 市场的发展关键，吸引真侪科技大厂来投资。即马微软佮 Amazon 就宣布要投入代表超过1兆的资金，伫咧印度打造人工智慧的相关建设。微软的执行长纳德拉才到宣布讲，要伫2026年伫印度投入4档拢总175亿美金，合代表差不多5467亿的资金，打造当地上大规模的人工智慧和云端基础建设。纳德拉嘛表示讲，这是微软伫亚洲上大的一条投资。We already have stuff in Pune and in Chennai and Mumbai, and we're very excited of the India South Central, which is in Hyderabad, that's going to come up next year. And so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next big data center region for us, which is going to be scaled very rapidly. One of the things we're very proud of is its 100% renewable power. 纳德拉伫初九和印度的总理莫迪会面了后，就透过社群媒体宣布投资的消息。莫迪嘛正面回应纳德拉，另外嘛学到印度的 AI 的实力是正受到全球科技公司的肯定。纳德拉初集伫新德里的 AI 会议顶悬，强调印度提供真完善、佮真有潜力的软硬体环境，是值得投资经营的市场。One thing that India has done very uniquely is somehow brought together a virtuous cycle from the policies, the programs, the technology stack, and the Indian market, right? It's the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ng fully, right? Whether it's in payments, whether it's in healthcare, whether it's in insurance. It's tremendous to see that virtuous cycle is. 亚马逊随接伫微软后壁，伫找集承诺未来5年，会伫印度投资350亿美金，合代表差不多1兆，用来推动以人工智慧做核心的数位化建设，扩大出口，而且增加就业的机会。印度目前网络的用户是超过10亿，包括 Google、OpenAI 和 Intel 这公司，拢小连续扩大布局，互印度变做即马大家拢要抢的人工智慧的核心市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镜头来到英国，有业者推出新型的空中计程车，毋但较袂错人耳，而且阁袂产生废气。原本1点钟的路程嘛会当缩短到剩12分钟。毋过有专家讲，这款计程车的成本非常悬，这车钱一定嘛是贵松松，可能是干那好业人有才调这。英国航太业者 Vertical Aerospace 推出上新电动垂直起降飞行机 Velo， 车站伫伦敦公开，伊会当像直升机共款垂直起降，缩短需要的空间甲范围。毋过无像直升机遐尔差，嘛袂产生垃圾的空气。目前已经摕到全球差不多1500份的订单。Vertical Aerospace 答应讲，会伫英国甲法国的蔚蓝海岸建立头一个电动空中客运车的路网。目前当伫英国起造的7架 Velo， 因希望伫2028年得到欧盟甲英国监管机关的认证。Really is super simple. You push forward on this lever, it makes you go forward. You pull back on the control stick, it makes you go up. You just point using the tools you've got and looking out the window, and the aircraft works out how to make it all happen for you. Vertical Aerospace 表示 ，Velo 会当以1点钟240公里的速度飞160公里远，而且按算为2029年的第1季开始，专注伫英国重要经济中心的连接网络。举例来讲，为新的中央商务区金丝桥码头搭陆地客运车到希斯路机场要60分，不过空中客运车只要12分钟，而且车钱会当比较 Uber。不过有专家讲，一台电动垂直起降飞行机制造的成本差不多400万至500万的美金，恐惊干那好业人才坐得起。I don't think these things will last very lo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ve got dozens of people wanting to enter this. They've got a limited amount of upfront funding, uncertain abilities to get more funding, and challenging business plans. That's a recipe for mass bankruptcies, economic carnage. 针对专家的疑问 ，Vertical Aerospace 讲，虽然伫伦敦电视的版本敢会当载4个乘客，毋过其他的型号会当搭6个人。伫共款的工作日内底，陆地客运车敢会当载1个乘客，毋过空中客运车会坐满，效率加6倍，而且每一天出勤的次数嘛加5倍，所以马路的经济效益是地面交通的30倍。公司新闻新竹杯编译。 镜头转来到咱国内，全世界头一个培养台语啦啦队的节目《菜鸟啊 Nice Play》，伫咧这礼拜六就要正式播出啦。10位成员是为300位参赛者内底拍通关竞出来的，因哪学台语，搁哪学跳舞，邀请大家做伙来感受因的艰酸苦境。 10位啦啦队的菜鸟啊，凭家己的狂打，有人无啥物会晓跳舞，到变做棒球啦啦队的成员，一步一步接近梦想。自细汉我就无学过跳舞，我拢是家己学的，所以较对袂着甲迄逐个其他人，所以家己较拍拼。 这是台记台的新节目《菜鸟啊 Nice Play》，就亲像韩国练习新共款，参加节目自头开始学，爱学2项物件，第一就是跳舞，第二就是台语，艰酸苦涩讲袂了。 无啦，我台语足烂的，你看节目你就知，就看着学业有写讲钱食饭免钱嘛，有所在通答。有人参加是因为名册网，有人来参加是因为录节目有包食佮包大，介省钱。尾啊，成军的这10位真无简单，因是对300位的参赛者中过通关选出来的，10位内面也有1位唯一的男性。我自细汉就是向阿嬷讲台语，高雄人嘛，而且阿嬷拢就想要看到我伫电视顶悬表演，因为我以前是球员，参加这个节目会当让阿嬷看到。这支啦啦队唔是干那运导游尔尔，是真正有2部7啦。节目也特别聘请3位啦啦队的前辈来做导师，有韩国啦啦队的蓝敏晶、乐天桃园的小晴和中信兄弟的诗诗来传授撇步，有教 pose 的要真心话话。因全部拢进步足多呢，顶届看起来哪像因咧考试，今仔因台人看起来拢安尼哦，就闪亮亮的安尼。全世界头一支台语啦啦队新军养成的规个过程也录做节目，公司台记台菜鸟啊 Nice Play， 伫这个拜六暗时就要播出，因来邀请大家斗阵来替这寡菜鸟啊加油。记者陈阿轩、林旭凯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